取这个中卷啊，我们就把它给要切花了内脏给切完之后，我们从这个内部，所以这是里外要分清楚哦。对，这个其实有时候从镜头上是看不出来的。就是它中卷来的时候，它是圆圆的一只，对，我们它的腹部，就是里面这一层，是，我们就下一个交叉的花刀切花，大家注意看了，我最喜欢看的是在每次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外面那个不管是花枝啦这些，他们怎么处理那么漂亮啊？到底是切哪一边呐？其实是切内部的，因为外部它其实有一个膜也不好切，对不对？你切了可能就断掉了，会造成。它卷的弧度没有那么漂亮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在切割的时候，料理啊，它必须就是加上我们的刀工哦，我们的刀工就是要让它的熟成的时间一致。好，所以老师大概就是斜的切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斜的把它取片下来，连取下来的时候都要斜的。对。其实我刚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，我有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问题是我这4样东西我都没带来哦。如果只是用嘴巴讲的，可能观众朋友呢都没有办法体会，是不是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啊，分不清楚说花枝啦、套丢啦、中卷啦、小卷啦，还有这个墨鱼。老师说有时候要看花纹，对，这个要有东西可以对照哈，观众会比较清楚，比较直接可以去了解。当然，墨鱼的话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长得圆圆胖胖的嘛。好，那个是墨鱼。好，那肉质很厚，那甚至有的人是整只下去用卤的。好，它的肉很 Q 弹，因为它比较厚嘛。那像这种花枝是中卷是很薄的话呢，在处理的时候，其实我最怕的是这样煮过头。对，所以我们海鲜料理在做的时候我们包括说我们的调味啦，跟所谓的呈现方式啊，我们没有说像是其他的肉类料理，我们会比较重视于一般的就是炖煮啦、煨煮啦。是。我们海鲜料理在做的部分诉求上都是属于点香啦、提味，然后或者是复味的表现而已。对。所以其实海鲜料理啊是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哦。不过就是说我们在料理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怕吃了生的不够熟的，所以我们都希望煮得很熟啊。但是尤其是做这个花枝中卷的时候，常常都会做过头。但是呢，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呢，老师是不是零失败？绝对没刮刮踩踩。我等一下试看看。我来挑战，我来下战帖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取一个锅子，我们现在要来做我们的一个就我刚刚讲的这个，就是我们做海鲜料理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点香的动作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蒜油。所以要制作这个蒜油出来哦。其实老师非常擅长这个海鲜料理，那他也知道啊，现在很多人吃料理，他其实就是要养生、要健康，所以呢，都不是用炸的，也不是用这个很多的油哦。那今天的这个中卷呢，也是很清爽的口味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这个制作这个蒜油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我们不能够高温。对，我们必须是把火转小，然后就是在它开始热锅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离火一下，让它这个香气能够完全经由油加温去萃取出它的香气出来。不要说香气还没出来我们的蒜呢已经焦掉了。对。蒜本身它含油量也非常的丰富哦，很快它就会焦掉哦。所以要比较有耐心。那老师说，除了火要小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离火。一下离火一会儿再放到这个瓦斯炉上面，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旁边那个8分钟的蟹堡。可是老师，我觉得像螃蟹的话，我煮8分钟跟煮20分钟会有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一定会不一样。它经过长时间的加热的时候，它的水分会流失，然后肉质会变得比较干柴。对。我还以为说，我只要把这个螃蟹挑得很棒的话应该就是说，我差几分钟没有关系。其实还是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老师不想安慰大家说没关系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做料理不可能会超越变差不多先生了。
哎，真的哎，这个蒜到现在哦，都还没有出现这种焦的哦。对，因为我们的温度没有持续的在做一个加热。而且很勤劳的一直在那边拌。这个下锅的时候哈，在加热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定要不断的去翻动它，不然会粘锅。所以，我们制作料理也没有说，一定要说啊，这做菜有时候轻松一点会比较好啦。因为我们在做这2道料理的时候，其实等一下各位观众会发现，我们花费的时间啊，并没有很长。像现在已经变成金黄色，我们把它倒出来，赶快要倒出来咯。对，把它倒出来，不能够再加热下去，它会因为它的余温哦是，对，就像我们在做那个，那个叫做啥，油肠酥啦。像我们现在就这个沿用刚刚这个锅子，我们直接来熬煮我们的等一下要用的酱汁，像我们的水、酱油跟糖。加入，我们现在只是就是把它给煮开了，把这个糖煮开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如何的让我们这个味道能够呈现的更丰富一点。像我来制作这个酱汁的时候，我会加入甘草片跟这个香菜梗，我们不用整株的香菜，我们直接选梗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对。那我们现在糖煮开之后，我们直接用泡的方式，我们直接就把它给泡进来。那等一下我们在食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味道哦，好特别的做法哦。对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做法哎，一般我们都是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甘草片啦、当归片啦这种东西呢，就会一起下去煮嘛。哎，老师用的方法是用刚刚熬好的这个酱汁，把它泡到我们的这个香菜跟我们的甘草片里面哦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甜度呢，就有甘草又有蔗糖，其实它真的是味道的，它这个是层次很丰富哦。那我们现在准备一锅热水我们来汆烫我们的水莲。好，讲到这个水莲呢，海外的观众朋友应该不知道什么叫水莲。好，大家看一下看起来跟它菇菜呀，对，它有点像韭菜花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哦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我要再次宣传台湾美食，真的只有台湾有吧？东南亚也有，对不对？东南亚有，泰国啦、印尼都有。亚热带国家会有。对，它是非常非常特殊，口感很好，吃起来就烤，有点像空心菜，但是口感我觉得比空心菜还好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这个菜叫做水莲。所以呢，有回到台湾或者来台湾旅游的这个朋友们呢，一定要到餐厅尝试一下我们的水莲。那么现在水滚之后我们把水莲放入汆烫。老师，阿英博水莲怎么办？这道菜呢？没有局限于说一定要用什么菜啦。是。对，我们只是需要它有一个脆口的口感。哦。对。你要用芦笋也行嘛。OK。只是我们要有一个脆口的口感，就是说吃起来让它的口感更丰富一点。烤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也不用烫很久了。不用。像我们这个青菜类的海鲜类、青菜类，我们只需要稍微的汆烫。那我们现在把水分给沥干了之后，就放到盘子中来。我们稍微用筷子把它给拨动一下，整合一下，对，看起来舒服一点。那接着我们现在就用这一锅水，我们直接来烫这个中卷就好了。是。像这样子沸腾的水温，我们下锅，大概要几分钟？不用到几分钟啦，像我们这样下锅，它就开始卷了。汆烫的时间大概是50秒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下了这个花纹了嘛，十字花刀下去，所以说它的肉身本身是薄薄的一片而已，很快就熟了。对，它受热面非常的均匀啦，所以不需要过度的去烹煮它。好，50秒到了，赶快捞起来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汤汁跟蒜油就直接往上添加。
不用怕说这个油会不会太多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烹煮这些水莲啊、中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没有加到油。对，看下去好像很多，可是实际上我们水莲的数量也蛮多，再加上水莲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哈，你不加一点点油的话，其实吃起来会涩涩的。对，我一定要吃一下老师这个所谓50秒的花枝。太好吃了，老师，50秒哦，观众朋友不要超过50秒。他有一个作品呢，是这次比较遗憾啊，就是没有请老师来表演这道料理呢，是他的得奖，而且啊，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呢，我们朱建宇老师的这个虾丸就是虾球。哦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到这个一定开始跟我一样流口水。老师说下次有机会呢，一定会跟观众朋友分享呢，他非常这个棒的一道这个虾球哦，就说怎么样，你可以做出很 Q 弹的，像贡丸一样，可是呢里面是虾子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飞机买赛咯。对，都可以。但是我这次做的这个，它是属于我们台湾传统料理的一种延伸。对，一种延伸，一种崭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思维来做这一道菜，这样子。哦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真的很开心哦，老师呢也是百忙之中，还带着他的太太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呢，来录制呢这种好吃的这个海鲜料理哦。啊，那当然喜欢这个海鲜料理的朋友呢，就请锁定啊我们这个小朱老师哦，他的也不管是他的粉丝页啦，他的 Facebook 啊，那。当然也是看我们的节目啊，你慢慢学习呢，一定会成为这个料理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，非常开心啊，跟老师同台演出，我们下次见。老师，谢谢你。谢谢。